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22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因为太平洋的关系也比较资本估价搁较猛，轻度风台白鹿目前按算礼拜六会对台东花莲港这项上陆。近年来，南台湾高雄、屏东气散岩当年增加的比例，竟然超过北部的15倍。行政院通过换新的身份证这条案，身份证顶头会印名姓相片，咱倒一日出世，身份证号码搁有假揣也未。轻度风台白鹿继续咧接近台湾，因为太平洋的关企业比较资本估价搁较猛，嘛会影响风台的卡路，比较长咧咧会搁较往南边来。目前是按算拜六会对台东花莲港这旁上陆。气象专家嘛讲，这片风台甘水真巴甜，咧行的卡路有可能会搁再压对南边去。轻度风台白鹿早起来到罗兰片东南东风1100多公里的海面上，过去6点钟的强度有淡薄仔增强，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风台路径比前一天较往南，侵蚀台湾的几率有关真悬。若是行方向甲速度无改变，上紧拜5早起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目前的路径的预估来看的话呢，在周六的这一天对我们影响最显著，所以说我们明天的可能会在上半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陆上警报的部分呢，是也不排除有发布的几率。那如果说有发布的话，主要是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依照目前的预报资料，对拜五开始，东半部地区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雨会落嚟歇嚟。拜六是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全台湾拢会落雨，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水雨。礼拜风台会偷偷离开。气象专家表示，因为白鹿风台下半部的结构比较较完整，佮再加上太平洋高压增强，嘛无排除路径会佮再向南边修正。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呢，事实上从昨天到今天都有明显牺牲增强的一个趋势，让这个台风没有办法发展的往北走。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台风它的这个重心呢是在南侧比较多，所以整个它往南的分量就相对的往西往南的分量就会变得比较强一点。专家认为，这个风台速度真紧，影响台湾的时间应该袂伤久。我进台湾的时阵，强度应该是轻度风台的上限。目前各国对风台路径的预报拢差不多，认为风台有机会伫咧花莲到台东之间停留，请民众要做好防范风台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有一只咧走台东参绿岛这线的交通船，或者天龙星号，昨下晡伫咧海面半中度故障，船顶267个人客真无路，提无步，尾也才用别只船拖转来到港口。是讲这只天龙星号顶月日才故障一摆尔，交通部已经要求伊停班，赶紧落去检查。啊，明仔下晡开始，因为风台，绿岛和南势的交通船拢会停2日无行，观众朋友咱着要注意。日下晡4点外，驻守绿岛南寮渔港的海巡警艇紧急出海，因为伫咧离港边2海里所在，一只要开登来台东的天龙星客轮失去动力，伫海上漂流，船顶有287名旅客，海巡警艇前往介护。下晡5点外，有2只客轮条过拖行，天龙星号顺利登来绿岛的南寮渔港，游客改坐另外一只客轮登来台东。但是顶个月27，天龙星嘛捌伫绿岛发生故障，即马搁伫海上故障。交通部航港局要求对即马开始停止天龙星航行，等原厂检修提出完整证明了后，才准恢复航行。他是说油压管又破掉了，上次已经找检验行来检修，这次的话，我们可能要请他就是更明确的找原厂过来做彻底的一个检修。受到天龙星客轮故障停航的影响，22来回绿岛的航班由联航其他的客轮来行驶，不过游客嘛是希望要再发生类似的情形。稍微会担心一点，可是还好，因为不同船啊，应该还好，怎么说回得来就好了。
台东来回伫岛的海上交通固定有4架客轮，即马天龙新高被停航。明仔载23下晡开始，佫受到风台的影响，客轮爱停航2天。23早起必须爱加强疏运旅客。航港局东部航部中心表示，经过协调，其他3架客轮会加开班次，提供1200多人的运能，会当顺利伫风台进前疏运离岛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联络新社和丰原中这段中88线的车路，车路边仔花因为大雨土崩，积了有80公尺宽，60公尺深。眼前风台随要搁来呢，毋只是台中市建设局大型封路，嘛将带伫咧四边较危险，会去影响到的民众先疏散。规片山壁崩落，已经看袂到原来的路，电火条啊，目骨落山骹，路已经毋正路。崩山范围宽80公尺，深60公尺，两边骨落100公尺，威灵山以下差不多拢崩了了。台中市建设局紧急封闭道路，这边崩山目阻断新社、水井街、甲丰原、东阳里的中88线道路。是说做封闭跟改道，还有让乡亲们知道目前的状况。那第二个呢，市政府我们已经勘完灾了那也即将动用灾害准备金，我们尽快的时间内，我们来从底下的这些挡土墙，还有一些路基的加固。那在更远方的地方，其实还有台电的高压电塔，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因为路基规个流失，崩山范围又较大，做落来风台又搁直要来啊！道路工程单位除了先封闭道路，嘛疏散崩山危险区域的民众。目前这个刚好处于一个转弯段那它的地势刚好因为顺向坡，那整个山坡呢整个滑移下来。那我们发生的时候，先赶快彻查我们附近的这些居民，还有山上的这些有没有餐厅或相关受影响。那初步呢，我们人员都安全大造山区域也未稳定，台中市政府也无法度评估灾损的范围，也毋过新路的修复，让在地居民有一条安全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云林斗六文旦游即阵已经咧收啊。顶日啊，雨水伫连绵，白落的风台又搁要到位。透早一寡种柚的农民就赶紧请工来斗收。毋但柚仔农伫咧操心八百，一寡种着葱啊，也是种着规叶的菜价的农民，嘛趁雨芳，赶紧要扣扣咧，较免搁互风台收去。一个在好天气，云林斗内农民来到高园采文旦，因为剩日10外天就是中秋节，文旦已经进入采收期，但近期却拄上连续落雨。加上现在白落风台将来袭，农民烦恼是果被拍落来，还是客上侪水分甜度受影响，赶紧过工全面抢收。我们的面积比较大一点，所以怕说采不完。所以有加派人手吗？有，我们比起往年请的人都还要多。烦恼农作受影响的，毋但是柚仔农，经常的农民手无闲过，要赶紧将这些葱仔整理清洗，准备送到市场交货。但受到前一波雨势影响，云林的长农就讲，产量已经减少5成。目前虽然计销好，但供应量真有限。现价格大概在100上下，算是下雨势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温度，对，实在农民有泪不敢掉下来这样。各产地油菜类受到前一波雨势影响，应从每公斤30块起到60块，但农民就讲，产地等收的菜真有限，要赶紧趁风雨来进前甲菜收完。迄口无啊，有诶拢烂诶，有诶倒你就像遐拢芳掉呀。白落风台要来啊！虽然目前阁无明显的风雨，但真侪农民赶紧利用时间。虽然这2天加请人会增加人事成本，但都是希望会当将现有的农作抢收还现金。啊，无出来风台的风雨，恐惊互辛苦的生活拢去了。继续为您报道。早起8点外，实在是上班读书通车上界高峰的时间。不过台北捷运邦桥往南港这段邦南线所出现电车的铁机电脑信号有过样，所以新埔站啦、中校新生站啦这些大站，逐位排列的人都吵，到将近9点，问题才排解好势，规大线路慢慢才正常运转。早起8点外上班时间，邦南线沿线的新埔站、中校新生站、各大捷运站内底出现真侪人。台北捷运的走马灯跳出，台北捷运港仔喙站发现轨道信号无正常，才会互邦南线往南港的方向捷运哪行哪停。两帮的车帮时间又长，而且佫出现15分钟才行2站的状况。大概我们前后要等30分钟，然后我们是又回去板桥站，结果也发现人还是很多。对，因为整个车都塞住了。其实搭上车是正常时间，只是等车时间等比较久。
有民众表示，伫港仔喙等车得用要半点钟的时间，真侪民众因为安尼牵着上班的时间。台北捷运发予民众5点的证明13分钟，啊，毋过干来发13分钟的证明，嘛引起民众不满。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因为各种的关系，再去帮人线列车调度采用单线调整帮具。它的轨道讯号出现异常的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状况呢，已经在8点47分排除了讯号异常的原因，我们会等到收班之后再来详查。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港仔喙的轨道信号无正常，已经伫8点47分恢复正常，9点10分了后，帮人线通车恢复正常。啊，若是详细的原因，嘛要等待捷运收班了后再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行政院昨通过要换新的身份证这条案。身份证顶头的印名姓、相片，咱倒一日出世，身份证号码，阁有咱寄出也袂，毋过是无进前人咧要的，讲会甲健保卡，阁有驾驶甲做费用，总是都要等到明年10月才有要全面换新。啊，这当中嘛有人权团体咧质问讲，新版的身份证有电脑数位的用途，惊用来监视百姓哦。内政部讲这项是无影，民众请免怪意。行政院日前通过内政部的数位身份证规划案，卡片的名定做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按算要开48亿换新的。公开的资讯有5项，包括名、相片、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和婚姻状态。外观会有国旗，另外考虑到治安环境等因素，驾照、健保卡等功能暂时未结合。在各项的治安条件可以搭配等等，那的状况下，那我们也会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未来可以跟各机关来做合作。不过初期的部分，除了身份识别以外的功能，就是只有自然人凭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结合在一起。内政部强调，正式的无由要到明年4、5月才会公布。明年10月开始进行全面换发作业。按过所谓身份证除了外观捌引起讨论，人权团体嘛烦恼讲各自保护会有疑虑。真侪网络交易服务有可能会要求资本无一定需要的所谓身份认证。不管是公司领域，若是借由一人一号的身份证字号进行活动记录的串联，恐惊会制造社会监控的气氛。同样一个人，他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的这些活动，其实他就有机会做一些串联。那串联的话，其实就跟现在中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信用平等制度，其实就已经有一些外观上面及内在架构上面的相似性。不过，内政部回应讲，所谓身份证伫咧使用的时阵，和自然人凭证同款，别伫咧凭证中心留下记录，嘛无需要连等于内政部摕到个人的资料，未有国家监控等等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大学国家卫生研究院，佮台湾癌症登记中心这单位，正人合作研究30几万肺癌的患者，发现讲得到肺腺癌的人内底，有5成3根本就无咧部分，嘛怀疑讲造成肺腺癌的原因，无定一项就是空气污染。另外，因佮发现一项，近年来南台湾、高雄、屏东肺腺癌当年增加的比例，竟然是北部地区的15倍。一透早所翕到，亲像是暗头的景色，空气当中阁有臭味。这是2当前民众翕到屏东邦寮空污的画面。只是这种状况最近一直伫高屏地区出现。某研究团队发现，高屏地区肺腺癌年增加率是北部的15倍。北高的空污在过去这50年来，刚好是呈现相反的趋势。对，那高雄刚好以前它空气非常好，后来变得比较差，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样的趋势有反映在我们的那个肺腺癌的发生率的方面。这项研究成果是由台大、中兴大、阳明大学等单位共同合作。团队当中的曾建华医师讲，因研究1995年到2005年当中30几名肺腺癌的患者，发现男性发生的几率是为10万分之9增加到10万分之23，女性只是由10万分之7增加到10万分之24，甚至因发现内底有一半的人拢无食薰，因此怀疑可能肺腺癌是甲空气污染有关系。另外一项结果嘛发现，12当前开始，高屏地区肺腺癌年增加率，甲桃园以北的地区比起来，高屏地区是关了北部15倍。研究报告、数据调查非常的多，但是我们相对付出的政策跟行动是很少的。那这个部分的努力，我想不只是全民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是不是受损而已，还要想想整个高屏的下一个世代的未来。团认为
为这个结果无意外，因为南部本来就长期伫重工业污染，但是政府应该设想的是免哪个有作为来改善，啊无这影响的店面可能会伤害到后一代。记者王刘铁明超款个人报道。讲到南部民众气散癌的比例遮悬，环保署嘛讲，近年来已经有大力的对抗空气污染，和 PM2.5这款领甲粒仔的用液，3年中间平均测已经减2成去。早起嘛是环保署成立32周年的庆祝，前任的署长沈世宏就讲，政策确实有咧行，不过到落尾就是要愈拍拼 ，PM2.5才有才调减分啊落去。将来咱政策的考虑嘛是都要愈周至。环保署32周年署庆，大家环保署长拢回来，为第一任署长简佑新到顶一任署长李应元拢受到邀请参加。因为研究显示，南部人肺腺癌的年增率是北部人的15倍，显示出南部空污当年危害健康。对此，环保署长张子敬强调，会继续拍拼。不过数字已经显示，这3年 PM2.5年平均浓度已经明显下降。从104到107，其实就高屏地区它已经减少了20%的浓度。那地方也有建议，我们也会来推动，是不是我们来成立高屏地区的空污管制的一个工作的小组。在位超过5年的前署长沈世宏嘛讲，当年防治空污所拄着的挑战，伊讲迄时阵唔敢甲 PM2.5纳入空气品质指标，就惊一坑入去，就一半时间拢爱发警报，然后互迷昏。但伊就进行污染源的源头管制，甲 PM2.5浓度为33微克降到22微克，即马蔡政府佮甲浓度降到17微克。改善下来，它是一个上升曲线。你越接近我们的背景值的时候，它的改善的这个速度是越困难的哈，也还要需要一些新的政策要出来，再放进去呢，它才会加速。沈世宏指出，伊在零检测的量，互民众延长0.67年寿命，蔡政府又搁增加0.3年。环保署嘛表示，检污会继续多管齐下。其中，二老车加严排放标准，引发社会反弹。政策调整了后，重新上路，增加维修的补助。毛今年已经替换掉4611台老车，比去年成长。记者林伟丹、信良台北报道。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3个人按算的伫咧823音乐会共台。主办的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市政府发帖啊共请，人都要来啊，当然伊是真欢喜。是讲音乐会了后，3个人敢会私底下见面。郭市长讲，伊后壁面行程拢排满啊，一切顺其自然。总是伫9月进前，就会确定讲，大家敢有要进一步合作无？拖尾1个月，郭瓜王合体总算有叫。郭瓜王3个人要伫咧23早起共台出席823 61周年音乐会。周刊报道，确定这场合体活动，主要是由郭台铭阵营所建议，爱找和中华民国有高度连结的行程。最后经过3方面确认，才总算定案。算是老兵的一个现场，也是希望能够从铁杆的票仓去出发嘛。老实讲，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对我来讲，就是反正我们台北市政府每年都有固定在办活动嘛。结束3个人会碰面吗？我看我后面还都有排行程啊，也没有了。要赶在9月前有个结论吗？还是那4个字，顺其自然呢。郭瓜王823合体，拄好蔡英文嘛要去金门参加823炮战的活动。外界解套双方伫咧拼场，即马郭瓜王革命的态势真明朗，也传出王金平确定要全力辅助郭台铭，负责地方组织的工作。郭王2个人这礼拜卖伫关公的见证之下革命，一报都是和郭文哲联手布局立委选举。郭瓜王合作2020，直接冲击到韩国瑜的选情，尤其是韩国瑜提出伫咧2项前提之下，并且特殊的方向球，和郭文哲甲口水断去。他说2个条件，什么人民同意还是什么？还有什么安全？废话不？老实讲哦，其实核四真的是比烂仗，没有比贪污更严重的事。有啊，决策错误啊，就是说核四让7搞8搞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坦白讲哦，核四要盖很困难啊，我也知道，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也没有人敢出来说好停掉不盖了。郭文哲强调，核数的问题确实是真困难的题目。有时阵，家己拢会感觉讲，规期夫妇的准度线，才会当解决核数的僵局。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伊昨讲，若是人民同意，安全阁无顾虑者，一定重新推动福陵第4厂运转。不过，今日早起，伊伫高雄市政府接待日本自由民主党的青年局，刚晚25分才到位，时间有去压迫到。事后也无针对讲伊核实这件代志的立场，搁再接受访问来说明。这不是特别的行程，是排定的行程，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官员的家长告别式，一大早就在郊区，所以我一大早就要赶过去。那连跑了2个郊区，大家都知道高雄非常的大，所以赶过来时间上有一点点耽搁。重点已经跟日方的朋友先报告过了。日本自民党青年局一行90名来拜访，韩国瑜要接待，慢真久才到位。伊有强调，事先就甲对方讲，行程是排甲真急，嘛有找花找赔。因为安尼生，伊也无法度，搁再来说明福陵第4厂重新运转的问题。福陵第4厂按算要设的地点是新北市遮，新北市的校友与市长伊讲，这站是假议题，因为反映路内底的原料棒有一半拢已经送转去到美国，是要安怎重新搁再运转？搁再讲，福陵安全嘛是无半点会当退让的空间才是。高雄市长韩国瑜针对台湾的用电，伊提出讲，未来伫咧公元2035年要做到50%的计划。福陵第4厂伊嘛要重新推动，互伊搁再运转。毋过，今日经济部是讲，福4厂若要搁再叮当，实在是困难重重。搁再经过2任的总统，行嘛无法度达成。搁再讲，若有影要安尼行，预算就搁开加600-700亿的额咯。台电今年6月运出核数头一批核燃料棒80束，9月要搁再输出120束。强调因为核数不再停课，1744束的核燃料棒会分做8批，每一批差不多200束，运转去美国原厂进行拆解，而且费用就要开差不多7亿。即马高雄市长韩国瑜搁再提出停课核数的议题，经济部回应，就算搁再经过2任总统任期，拢无法度达成。一任总统是4年的时间，2任总统8年的时间，可能花8年的时间，核四重启到他发电都做不到，工程跟测试的时间，还有1号机组跟2号机组的缺件，这些都要补上，这需要的时间就是要这么长。经济部表示，核数停课所需要的时间甲经费拢是天价。停课核数唔敢若爱搁再开600-700亿，停课的时间是至少7档起跳，至少要10档以上。毋过嘛有学者认为，若是台湾再生能源做袂起来，搁再加上各地方政府减碳的政策实施，若是燃气供电无够，停课核数恐惊是不得不面对的选项之一。是的1号机来讲，那这个因为封城的情况呢，其实做得还不错，大概3年内那么应该花大概150亿了。那1号机是可以重启的。核2跟核3如果确定要处理的时候，核4就有重启的必要性了，否则机载电力会不足。但是经济部强调讲，使用核电就要面对核废料的问题。若是停课核数，核废料处理问题就要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最后处理的场所到即马拢也无定案，敢若是核一厂大石渡船场，都因为水土保持计划卡关5冬。核废料要怎处理，争议不断，恐惊毋是话口号就会当解决的。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检调机关还搁咧侦办国安局偷买分这条案。不过，立法院国民党的党团今仔日讲，因为接到一封批，是用总统府的批卡底咧寄来，批内指出买分的经费是按特勤组家己的私车遐拨出来，这个分是要送总统府的正官长，批内嘛有要送要巴结的名单。不过，总统府是表明讲，因要严重抗议这款无影无热的指控。提出用总统府批档所寄来深蓝的白料批，国民党立委讲，伫批内面有一份总统府的爱食粉的人的名单，包括总统府发言人丁文强等人拢伫咧内面。同时也佫讲，买私粉的经费，怀疑是来自特权的小金库，私粉是用来巴结总统府的董事。立委也再度要求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爱负责，检调侦办，袂用放水。现在所有的追查，我们都止于国安局，止于华航，永远不会追查到总统府。所以是不是就如前总统陈水扁所说，最需要负责的人
就是陈菊秘书长。希望国民党不要随便乌龙指控蔡英文和马英九的特勤人员，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那是立院的立委反击，面对着那些指控，总统府也随发表声明，严正抗击相关的不实指控，并且将会对假信息提出告诉。我们已经把本案人员涉入的情况、违法的状态等等的，都已经检具相关的事证，全数交给司法单位来进行后续的侦办。那相信很快司法单位会进行相关的说明。检调侦办4份案件，目前包括前华航的资深副总罗雅美等21个人列做被告，也呼吁深老后欢迎伊提供证据协助检调侦办。而关务署为了要改善飞机顶免税品管理的缺失，提出4份条款。8月底开始，保险增购的业者就要把免税品装起伫飞机顶头的数量，用电子化方式传予海关，即时掌握。记者综合报道。反对台南市的铁基路依刷对东平来改建，这个自救会会长陈志孝教授今日早起宣布，要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台南市第5选举区的立法委员，也是要来挑战捌做过台南市长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亲爸林俊宪。陈志孝强调讲，经过8冬伫体制外抗争，伊要进入体制，彻底来改变社会。伊的对手林俊宪，伊也强调讲，相信选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愿同过少够强权，愿同过少。大声话讲，即个要加入去体制内来改变社会，而且佫直接点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子弟兵林俊宪。台南因为赖清德的执政，不只是掠夺土地，他还破坏了文史，把林俊宪给他拉下来。我相信，如果在这一战可以打胜战的话，那么呢，对新潮流呢，绝对会是一个痛击。陈志孝强调讲，杜南市当选案，这个到涉及环境、劳工、教育、甲文书等等的议题，伊的感受就是政客骄傲不改，政府官僚依然。所以，若是社运者无法度改变政府政策的时阵，决定要参加立委选举，都制度来改变现实。权力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撼动不了他们的权利。那么呢，我们只好在权力的争夺上面呢，迫使他们改革。希望连任的现任立委林俊宪是强调讲尊重陈志孝参选的权利，相信选民会做正确的选择。我相信各位市民大家都很了解那这个工程这个建设的重要性对我们城市以及政府在后续的相关工作啦、补偿啦、照顾的方案做得好不好，其实是大家可以来共同评论啦。南市当选的抗争社运团体甲市政府得年8年，陈志孝强调讲，市政府拢是用重大公共工程的公益性来做理由，毋过嘛是无法度说服反对的民众。陈志孝即届宣布要投入去选战，结果是安怎佫毋知影。毋过使人肯定的是，伫台南的立委选战当中增加真侪话题。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咱来讲日本和中国的外交部门代表的中官会谈，昨正式来举办。日本参韩国是拢还佫伫咧坚持个人无共的立场，无论讲是南韩的法院判决讲，日本公司都要赔偿2次世界大战迄时，互日本政府强迫去做工的韩国人这条案，也是讲近来日本对南韩限制出口这个问题，暂时拢还佫无法度化解。带着笑容，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来讲，美国参中国的贸易战争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市场，特别是美国针对中国已经分配增加3倍关税了，这也带动订单转向的效果。照财政部咧统计，一寡厂商按中国转去外围生产，美国换按别国进口产品的比例是墨西哥增加上济，过来是越南，咱台湾排伫咧第3坎。美中贸易战一直发展，伫咧大商回流之下，转单效益嘛对咧来。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显示，美国对各国进口比重，墨西哥增加0.82个百分点，是各国当中受惠上济。过来是越南增加0.61个，台湾是增加0.35个百分点，排第3。比较明显的是伺服器，还有电脑的零附件，大家都觉得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可能会有长期化的倾向。经济部之前有做过调查，从去年、今年到明年，都是台商要把生产地移回台湾的一些高峰期。财政部表示，
自从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美国对中国总共针对2500亿美金的商品分做3波来加扣关税。头一批扣税清单包括机械、工具机等等；第二批有半导体、集体电路等等；第三批清单是包括伺服器和电脑附属单元、钢铁、脚踏车等等。台湾嘛因为安尼变成得到上最好处的国家，而且美国虽然说实施3波关税制裁了后，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占比嘛已经大幅度下降2.56个百分点。我们看2017年，我们台湾出口到美国其实占我们总出口不到12%，今年1到7月呢，已经达到14%了哈，也就是说来自美国的订单增加哈。那我们再看细项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出口的这个到中国大陆的这些中间材是减少的。学者认为，贸易战也未明朗进程，美国和中国的交易市场会豆豆啊脱钩，迈和台湾接单的角色愈来愈明显。但是未来转机和风险并存，后续发展嘛是需要高度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大环境咧改变，台湾俗语讲新历有时，旧历无灭。顶日啊，咱报讲新德县拜义民爷的比赛猪公这项风俗，有动物保护团体去抗议。嘛有新德县的议员伫议会临时会中间提案，望要禁止这款比赛。望讲会当用对动物更较好意的做法来保持传统文化。新德县一年一度的客家大师义民祭典，拢会照传统来举办新猪比赛。不过嘛，因为安尼引发动保团体前来抗议。议员表示，经过时代变迁，即摆应该想办法，要安怎用其他方式来代替，用更较友善的方式来维护传统的文化。以创意比赛的方式，以面食、米食做猪头，然后后面可能以白米啊，或者一包一包小包白米那些来做竞赛，由县政府带头来做。对这项历史传统，民众嘛出现2种声音。官府方面是回应讲，会尊重这项提案，来做参考，未来会参考各方的意见。就是养它过，就是很用心去呵护它们的，然后。在这样就是这样也是会很不舍，可是就是并没有说有虐待啊什么的，就是一路过程都是很照顾他们的。虽然也是传统啊，但是还是要改变一下，这样然后变得比较环保一点这样。我们当然也是非常的这个尊重多元的声音。那县府这里呢，当然也会随着这个风俗的这个改变呢，我们也会渐渐来朝向其他的方式来做发展。新猪比赛是个民间传统的文化，也是民间信仰。对着时代改变，民众对动物保护嘛哪来重视，要安怎让文明甲传统会使共用，恐惊一时之间阁有正大的讨论空间。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来讲8月12日迄日天未光，警政署刑事局伫咧新北市南口勒掠甲国外有通头的运送毒品的集团，结果车煞共入唔到台，惹甲无辜的民众紧张，一台车去弄对路中的安全岛去，刑事阁押请将2个人拖落车卡。刑事局昨下承认讲因有疏忽，讲会尽量和受到损害民众找回找赔，赶紧来切获得。傻眼嘞！突然间，头前有一台车反向驶挡伫咧头前，民众惊一个，无想到讲边啊，抑个有车要甲伊砸。听到有人落车了，一直喊声，计是讲拄到歹人，赶紧要甲车开走。无想到讲一个路口就还未经过，又个有车撞到。拿棍棒击破我的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是拿枪指着我，然后叫我下车，是很恐怖。伫8月12日透早。刑事局伫咧新北市南口要查跨国运毒集团，无想到讲双无人杨先生的车甲嫌犯有关系，杨先生也个被扣手铐压制，脚手面拢有刺着伤。很恐惧啊，吓死了！我看到我的小孩是被开枪，然后又被冲撞，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下是很无力诶。伫最后，警方发现认着人，讲会负赔偿的责任。不过受害者讲，一直到即马拢无查无问。好像联络无法跟当事人碰面到，那这部分我们会积极跟当事人做一个联系，也说声抱歉。那我们会尽全力来做后续的处理。刑事局表示，伫迄当阵，警察当然因为要查运毒集团的车时阵，其中有一台车开了正紧，所以才误认为讲这台车可能是共犯，造成这边的意外因为尽上大的诚意来寻求和解。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市的中义国校，为着要配合台北市南机场都市再生计划，未来会定位做中义教育社会福利园区。
按算讲将旧的校舍拆掉换起新的，不过校舍一个拆就影响着招生。学区内底一年的新生本来在野有40几个人，敢若7个来报到。新的学期开始，规间学校拢总76个学生，这是台北市市区内底人数上介少的公立国校。嘉义柔道台北市中期国小柔道队的囡仔，休热时阵嘛来学校练习。因的练习场伫一栋5层楼仔悬的校舍，不过这栋楼上今年底就要拆掉，伫每年休热时阵重启，预计111年会完工。因为就正常上你的课就好了，就不用理他们，就是照一样平常上课就好。学生无烦恼工程的噪音，甲上课无利便。校长黄志勇说讲，校舍重启的计划对招生造成真大影响。原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3月份调查这个在籍数的时候，大概有40几位，然后这个讯息一放出去的时候，下个月隔月就掉到20几位。真侪家长烦恼学习会受影响，选择互囡仔去附近的国语实小甲英桥国小。校方统计，前3年各有12到22个新生，新学年敢若剩7个。全校学生数量6个76个，变做台北市市区学生上少的公立小学。虽然我们人数比较少，可是像我们那些孩子，这3年来的学历检测的成绩是逐年都上升的。学生变少，老师的原则无变。校长讲，囡仔得到更较侪照顾。施工期间，学生伫原本的中介校舍读册，幼儿园的60个囡仔会到英桥国小上课。通过废校的危机，即马阁有改建工程，学生一年减少。但是校长相信，等新校舍起好，学生的数量就会回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肩胛头酸痛眼睛，即马有真侪少年人原来去治疗，大多数拢是电脑、手机咧用姿势无正确来造成。这当阵到病院采用肌筋膜剥离术，就是用超音波固定伫咧酸痛的肩胛，再用长针落去注麻射，过来将规块肌肉扭互灵，安尼有法度互酸痛较减轻。若是条件有合适，健保原来会当给付这项治疗。24岁郭先生是一个实习生，平常时课业真重，逐工使用电脑超过8点钟，坐姿势无好，佮加上健身房重量训练相当等等错误的训练，互伊肩胛头酸痛，手举袂起来，要到3年的时间。虽然讲捌试过针灸、电疗等等的复健，毋过效果有限，进前去病院接受肌筋膜剥离术治疗，总算解决长期会痛的问题。早上起来就是因为我有侧睡的习惯，然后就是手会整个很僵硬，没有办法做活动。要一段时间要去算是拉筋的感觉。医师表示，肌筋膜剥离术是透过肌肉骨头超音波定位伫规沿肌筋膜下骹，佮用特殊的长针精准的甲局部的麻射注入去，甲规块筋膜顶的所在创好伤，会当真有效来减轻痛的部位，比传统食消炎药啊、雾烧等等的疗法更加安全，而且会当精准诊断啊，佮治疗嘛较袂压起来。现在我们可以用导引底下去避开，所以那边会不会有任何的血管神经？因为有一些人其实比较瘦，可能其实他又紧张，那针进去以后，那个深度是比较不能够确定。那超音波就可以把这些结构就层次一目了然。医师提醒，阿妈棍肩胛头酸痛，毋是社会人的疾病，最近有少年化的趋势，平均每个月门诊有2-3个病例，大部分拢是使用电脑啊，佮有3C 产品姿势无好势的少年族群。所以建议民众共这姿势毋通超过30分钟。若是阿妈棍肩胛头会痛，建议去病院做详细检查，健保会当有条件来给付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南新市区公所为着要吸引这囡仔兄甲老大人，哪佚佗哪了解防治灾害知识，区公所特别发挥创新变巧，将防灾要领拢设计入去佚佗物仔内底。你甲看，有防灾的竹仔台，有摇摇乐，有水灾避难的高尔夫车的道区，互因哪算哪学习，增加防治灾害知识，了解讲这项代志真要紧。高级铅球、拍高尔夫，这些业者啊，常常看到的佚佗物仔，详细甲看内底其实有挑工设计过。台南新市区公所发挥创意，将防灾知识融合伫内底，来推广防灾观念。发生灾情，咱明仔来，互咱保护咱家己，互咱知影讲要去到闪，要去到避，啊，要到寻求到资源来协助咱。莫讲啊，去咱发生代志拢，大家拢毋知影咱。要去到避，要去到闪，啊，要到寻求到人协助。区长表示，成立防灾干妈店，就是要让市民了解发生灾害的时阵，到底爱避去倒位，
将防灾观念拢设计伫这套物仔内底，增加趣味，会当一边耍嘛一边学习。透过这些游戏来了解说，比如说像地震的时候，我们地震怎么应该要保护自己呢？就是地震保命3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那透过这个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了解，或是让大人知道，让各里的居民知道说，他们在哪一里，他们所居住的里，他们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边。区公所改变传统的宣传方式，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吸引民众的注意。未来嘛继续做出更加无同款又阁好耍的这套物仔来宣传防灾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热人自本是灵应大出，不过因为气候变迁，今年收成真歹。产地介绍已经翻定倍，1公斤超过100块。农委会嘛统计讲，灵应的产量今年有减到3成。到8月20，通过救助灵应这项的金额已经超过2亿4千万。虽然落大雨，不过农友嘛是被关闭家，无用咧收灵景。热人原底是灵景大出的时阵，不过即马树仔顶煞无偌济灵景。今年收成歹，农友讲寒天未寒，灵景未开花。就算讲市场介绍好，嘛收无通卖。暖冬啦，没有冷到啦，就是冬天不像冬天这样子啊，就是龙眼就是没有办法结花苞这样子。雨水也大概有差一些啦，没有暖冬那么影响那么大啦。农友表示，已经大约3-4甲地，往年拢会使收买5万台斤。今年灵景要开花的时阵，温度伤悬，花干那开1成。稀罕米较贵，市场拍卖价1公斤100-200块，农友嘛无会通交。高雄加北边的大中市、各县市拢有摆报迄个财政，目前规个受害的面积是2591公顷，统计加7月底时阵，阮的资料是24%是受到影响。8月20为止吼，直播迄个金额是2亿4978万。受到气候变迁影响的作物真侪，灵景的受损算是摆咧头前的。采收的时阵，佮拄着大雨来乱，毋若增加采收的困难，灵景嘛拢闭开。今年要食到灵景，真正是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仔，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讲灵应说灵应，国政啊想2句仔，灵应的俗语来甲你做伙研究。一句俗语话讲：灵应秋，白露悠。是啦，秋天到，确实灵应就是要大出啦。我哪有一句话，人讲叫做6月领8，7月灵应。因为这个7月时啊，旧历哦，旧历7月时啊，自地有影，灵应就是上界热烈，逐位都看会到的时阵。像知影讲气候变迁，灵应煞愈来愈少。国政啊，今仔日毋若讲俗语，我哪想到一句甲灵应有牵连的味菜。答案先甲你讲，就是灵应。味菜题目我讲互你听，你听我去做吼，无看到下晡新闻，你会亲情50，翁做互某答，某做互翁用。这个题目叫做无sau的圆，无参糖的甜，就是要互咱要灵应。讲到这国政啊，前日啊，你有哪有出真济甲果子有关系味菜呢？有啦，其中有一条真济遮的观众朋友，包含讲伫网络看直播的朋友，闹的闹甲真闹热，大家真欢喜。讲上外口面，这个青色的外口面内底包啥？包白啦，白吼内底佫包啥？包虾米啦，虾米内底面佫包酸醋，你会记无？对，题目就叫做青布包白布，白布包茶色，茶色包虾米，虾米包酸醋，这条你会记无？无毋对。这条的答案就是灵应秋，白露悠的白露上界热烈，满世界拢有得看的柚仔一项。有影呢？迄柚仔吼内底是一瓣一瓣，敢若茶色咧。茶色咱食落，搁安尼口内感觉讲袂输，好亲像食到虾米迄种的感觉。尤其柚仔搁酸味啊酸味，毋则讲虾米包酸醋。另外，灵应有俗语以外，嘛有迄落真趣味的热气仔话。这句讲叫做“好神抵灵应客”，当然好神抵灵应客，有人讲吼，都砍头砍面啦。毋过另外一款的解说，好神哪会走去抵灵应客，表示讲你自不量力，家己无去凊只轻重咧。
你3分人要讲5分话，3斤人要讲5斤的话，敢有够迄个重量？啊，共即款讲人不自量力即种的台湾话，搁另外一句，原来真普遍，就是讲4两黄啊无滴，啥做黄啊？国生谈遮原来讲，互你参考一下，因为较早都无塑胶落啊咧，所以咱咧买的物件，拢也是放喺黄啊内才称。啊，本来物件放落去，你要共收1斤的钱。人讲诶，你迄个黄啊4两你无滴起来，所以就是讲家己轻重，家己爱滴啦。啊，讲零用掠外，咱过来换讲另外一款的果子，或者时价果，啊有人讲叫做百香果，是啦，日本的讲叫做托克素的款，连续几落天的大雨，全台湾时价果产量上介济南投大坪顶，规片园都还未红，才会卖到分的时价果，因为大雨所致变色落果，农民讲损失超过5成，搁有苦瓜、种苦瓜。原来大家感觉安尼诚毋甘，农委会勘灾的时阵表示讲，南投的时价果甲苦瓜拢有符合灾害救助的标准，会进行现金的救助。这是绿果掉下来，然后这个颜色是疫病的颜色。最近大雨落袂停，全台时价果产量第1个南投大坪顶嘛传出灾情，果树因为大雨感染疫病，时价果未付到分，就变色落落来。农民看到园里时价果落甲满满时，真正是要哭无目屎。咱的雨水呢，空针风沙机啊，已经甲喷落了后，伊大开尔，才拢得。含工钱都无。系啦，你也看谈啲现在你含工钱都无。规区拢害了去啊，损失咯，这有没有高城去啊？去了啊！现在是初期而已哦，等改天太阳出来，它会再爆发一次啊。时价果灾损严重，立委和农委会主委拢到现场来勘灾。农委会表示，南投时价果符合灾害救助标准，所以公告纳入现金救助。农委会今天就会公告，整个南投的百香果符合天然现金灾害救助，所以每公顷农民可以拿到75000块的现金的灾害救助。那我们有机资材的补助，1公顷可以6公吨，每公斤补助2块，我们可以补助12000块的这样的一个有机质的肥料。大坪顶唔但时价果受灾，另外一项重要的作物苦瓜嘛受到严重的水伤。经过现场会勘了后，赶快纳入现金救助，刷落来派台中农改场来协助农民灾后复原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毋但南投的时价果甲苦瓜，大水雨嘛落甲湾林、大川、甲界即角啊，有真侪区田排水拢排袂离，黄仔嘛拢互水渡甲后去，做事人真无奈，规区田拢都要搁停步。大家嘛望讲，县政府会当斗3工，向中央争取救助淡薄啊，通好减寡损失无？出大日头，农民赶紧趁天气好，到田内底补稻仔。毋过其实这田早就补过稻仔咯，即摆又重新补稻仔，拢是因为几落工前连续落几落工的大水库，田内底水排袂赴，互田内底黄仔全部用淹死，该当又搁开钱重新补稻仔。因为就是黄仔你种久无了无呼吸，伊早自然就断掉去啊！啊，断掉去，伊排水就无排袂出去啊！啊，风台过也过雨，也过风台无。这咱大家未知数，大家拢无了解。所以嘛是爱改变的对啊。博看卖。农民赖先是讲，伊的田拢总有7甲地，2礼拜前才补稻仔，毋过即马上无有一半拢用淹死，紧拢烂去变草。黄仔费用每甲地爱18000块，即马风台又搁要来咯，该通甲天公伯啊多看卖，希望卖个淹水，嘛希望市公所会当斗3工，向县府争取天然灾害救助。一分地出是超低将近6000块啦。啊，当然咱有报县政府，啊，野区为灾害，那里中央的规定是讲，那里农损啊灾害超过10%。政府机关才有启动迄个补助啦吼，但目前为止咱补去的，目前为止也阁无超过10%，啊，所以现在农民拢爱家己损失啦。按过中部真济场啊，育苗场的黄仔即马出无偌济，农民该向南部的县市调过来，而且天然灾害救助该相关加是一种的农作物超过10%受损害才能申请。中华县场啊，目前也未到标准，啊，毋过还是向中央争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水歹无比止，假意较惨死。咱来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开场要建设一间新的美术馆，伫咧学校边青田街巷仔内，伊的形体是100几个三角形，贴出这座建筑的外观。
嘛有建筑界人士咧批评讲，这间美术馆压迫着四周围的环境，嘛歹甲互人记赞袂调。学校就回答讲，水甲歹是在人看，因也尊重各方面大家正人的意见。伫咧台北市的清田街内底，四界树栽真济，文艺气氛真高。啊，毋过面头前这栋无规则造型的建筑，就伫咧师大校舍啊，有社区的老建筑中央，看起来有淡薄仔热闹。这是台师大去年落成、明年得要启用的美术馆。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退休的教授郭条立最近就伫人面册批评讲，美术馆压迫着市区维亚环境，嘛袂甲互人袂当忍受，根本就是公共空间的暴力行为。就是外形跟师大的其他建筑有点违和感，不太懂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的。建筑外观三角形尖尖，捌有附近的住户烦恼讲，壁刀会去影响到风水。台师大回应讲，这个建案是师大设计系、甲建筑系教授啊，有青少年做伙合作的，慢慢得到2015年国家卓越建设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创新的一个大胆的创举。台师大强调讲，水歹是主观的感受，嘛尊重各方的意见。啊，毋过共批评的退休学者嘛点出，建筑毋是个人的艺术，有一半的社会责任，需要配合建蔽率、容积率、都计审查等等。文书工作者林宗奎是透过人面册铺文指出，这个建案伫都审的阶段就有争议，而且整体发展拢欠缺思考，是一个会当受公平的公共建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因为有卖酸的这大片的树啊，才互人称呼做地球的戏。这个 Amazon 热带的树林，今年来已经发生72000摆，一簇一簇的火烧。不过其中的因端，也毋是因为地球愈来愈烧了，正正就是咱人类造树啊，放火烧树林。Amazon 热带树林范围愈来愈矮，嘛意思讲，住伫咧树林内底的原住民变做有路无厝，无地通去生活了。原住民的囡仔人坐伫风错掉的树仔面顶，笑甲真欢喜。伊佫毋知影讲环境已经去互破坏，可能以后无法度佫住伫遮。Hoje em dia a gente sofre muito, né, com esses impactos, porque até o hábito mesmo alimentício vem mudando, né? Porque hoje em dia a nossa caça já não está mais aqui perto. Hoje em dia a gente tem que buscar comidas industrializadas na cidade。因是住伫咧阿妈洞森林内底，马代拉和烟花，甲外界无交叉，差不多400外人的巴黎丁丁原住民族群，一直以来拢是靠拍拉掠鱼来食青。啊，毋过自从巴西极右派总统今年1月份就任了后，为着要开发经济，所支持开垦阿妈洞雨林，而且佫互农民甲牧民放火，甲真济森林烧掉。根据巴西太空研究所20公布的上新的数据表示，今年到8月份为止，伫阿妈洞雨林发生的野火要到72843件，毋但比去年同期加83%，佫破2013年开始监测以来上悬的纪录。巴西太空研究所表示，因为阿妈洞森林今年的气候真正常，人类草树啊甲烧森林才是造成火烧山的原因。啊，若是这个讲法互普所纳入真受气，伊公开骂讲巴西太空研究所讲白菜，用错误的数据来批评伊对阿妈洞森林开发的政策，佮讲是非政府团体不满伊上任了后，兼环境保护预算调工来放火。A questão da queimada na Amazônia, que no meu entender pode ter sido potencializada por ONGs, porque eles perderam grana. Qual a intenção? Trazer problemas para o Brasil. 阿妈洞雨林面积差不多是550万平方公里，是全球上大的雨林。每一年吸收要到20亿吨的二氧化碳，嘛生产出地球面顶20%的氧气，所以去用号做地球之气。虽然讲这敢若占地表面积差不多要1%，啊，毋过却是全球10%物种的栖地。科学家今年7月份上新的研究表示，若是佫无减少来草森林，2050年阿妈洞森林就会减到无法度恢复的地步，嘛无法度佫来吸收二氧化碳。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这边上低29度，上悬32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